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Vincent 啊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到呢個上環順景雅庭一個低層 B 單位，實用面積咧就367尺。我而家身處單位上面，咁同大家簡單介紹下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其實咧我而家已經係由大門口嘅部分啦，入到嚟呢個客飯廳嘅部分嘅。咁咧客飯廳咧就呈一個長方形啦，咁都方正嘅，容易擺放家私啦。咁咧門口入到嚟咧，右手邊咧，咁大家可以放個鞋櫃，或者 set up 一啲咧，即係雜物櫃喺度。翻到嚟咧，有時可以擺啲鞋啊，或者雜物喺度啦。咁大家咧再睇一睇呢個窗外嘅部分啦。咁大家咧都會見到咧，望翻一個向翻南面嘅，會望到一啲少少嘅山景同樓景嘅。咁呢度咧就環境清幽少少。但係咧，佢其實咧行大概5分鐘咧，落翻去咧就會到咗呢個上環嘅市區核心嗰度咧，已經有晒啲超市啊、菜市場啊，同埋一啲民生設施啦。咁大概咧行至8至10分鐘咧，就會去到呢啲地鐵站啊、巴士站、電車站，交通都好方便嘅。咁睇完呢個咧客飯廳嘅部分啦，咁我哋嚟到呢個睡房嘅部分。咁咧睡房咧就呈長方形啦，咁喺右手邊咧我就建議大家咧就都其實可以放啲衣櫃啊，或者擺一啲電腦台啊，做一個不放空嘅形式都唔錯。而呢啲窗台嘅部分咧，大家咧可以靈活運用啦 ，set up 一啲櫃喺度，增強呢個單位嘅收納空間。而呢度咧嘅景觀咧，即係睡房嘅部分咧，咁啱咧已經啱啱好咧高過附近嘅一啲舊嘅建築物。望翻嗰邊咧，其實就係咧，即係頭先講話咩，大概5分鐘去翻市區嘅核心咧。其實嗰度咧係有啲商業大廈，甚至乎望到呢個信德中心嘅。大家見唔見到有個 TAK 嗰度係信德中心啦？右手邊咧，你會望到國金嘅二期。如果咧你係中上環翻工嘅話咧，其實咧呢度咧你基本上唔使搭車，你步行過去其實都係15分鐘嘅。咁我哋最後咧再睇埋呢個洗手間同廚房嘅部分。咁洗手間啦，就呢度啦 ，keep 得好乾淨企理嘅，同埋名廁可以影一影呢邊啦。好，咁我哋最後睇埋廚房嘅部分啦。咁廚房咧就係緊廚啦。咁如果咧大家咧有陣時咧即係唔想有棟門咧喺度咧，可以將佢拆出去，即係再換做一塊面咁樣，都可以隔到一定嘅油煙。咁咧亦預留咗啲空間咧，俾大家放啲家電啊。例如呢度咧，大家即係可以 set 一部雪櫃喺度啦，咁洗衣機配備咗喺度，明火煮食。景觀咧都係會望翻去客飯廳，唔係同睡房嘅景觀大致相若啦。好啦，咁最後咧就呢度咧，如果你真係喺中上環翻工，有陣時咧想放工翻嚟靜靜地嘅話咧，呢個單位好適合你嘅。咁仲有最後咧補充埋咧，呢度咧係屬於小學11校網嘅，所以都受到家庭客歡迎啦。咁咧現時咧呢個單位咧有鎖匙噶啦。如果大家想預約喺呢個單位或者有任何查詢，歡迎大家隨時致電或者 WhatsApp 俾我。拜拜。